爱妃，爱妃，是谁把你害成这样？大王，就是王后松儿。我想来想去，只有这一个机会了，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。我扳倒了王后，换我孩儿一个锦绣前程。妹妹，你千万不要想债了。你的3个孩儿都太小了，我就是为了他们。我的命不足惜。我既然已经回宫了，王后势必与我形同水火。我若不孤注一掷，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3个孩子和我任他宰割。姐姐，在我和王后了断之前，我若能与我的月儿和蓉儿见上最后一面，就死而无憾了。妹妹，请收妹妹一半。姐姐，你快起来。望姐姐成全。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谢姐姐。月儿，快跟我走！举娘娘，我们去哪儿啊？快走，再不走就见不到你娘亲了。王后来了。想妃放肆，为何不起身施礼？妹妹大难不死，真是有福之人。看妹妹容颜憔悴，定是吃了不少苦头。大王心疼你，姐姐更是心疼。将东西给相妃呈上。是。臣妾曾吃过恶人的苦头，这些服饰，臣妾是打死也不敢碰的。妹妹差人来说要见我，定是有话要说吧。你们都退下。是。妹妹，你这是？臣妾这几年生不如死，贱如草芥，全是拜王后所赐。臣妾感恩戴德，铭记于心，变牛变马，不敢忘怀。我如此好生待你，真心拿你当姐妹。你刚刚回宫便血口喷人，你是否害过人？你心里最清楚。相妃，你是失心疯了。我何尝害你，又怎样害过你？空口无凭，要拿出证据来。你向来害人，有恃无恐。这次臣妾就不放过你了。大王公正，不会凭你这3言2语不实之词去冤枉好人。是否冤枉，你心里不比谁都明白。冤枉与否，全凭大王判定。苍天在上，大王自会为我做主。好啊，但要拿出证据来。你说我没有证据？我断定你没有证据。就算我此刻没有证据，很快就会有了。真是笑话。只怕是你成为笑话。等大王看到证据，自会治罪于你。你就等着报应吧。哼，你一个贱婢，螳臂挡车，不自量力。贱婢就是想尝试
阻挡王后车马的滋味。你若真想与我为敌，那咱们就走着瞧。你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。你以为你还是相妃？你在宫外与那泼皮魏甲苟且几年，早就污秽不堪。楚宫乃高贵之地，哪容得下你这卑微之躯？臣妾的确卑微至极，可卑微之躯自有卑微之躯的用处。你是在自寻死路。王后说的不错。王后慢走，臣妾不送。月儿实在跑不动了，跑不动也得跑。月儿实在跑不动了，不好，大王的异常。月儿，我们走近路。月儿呢？蓉儿呢？来不及了，大王的仪仗已经到宫外了，夫人不能再犹豫了。我知道，把酒放这儿吧。你走吧。月儿，蓉儿，娘亲等不到你们了。记得要让你们的父王为娘亲做主。快见过你们娘亲！娘亲，你怎么样？要撑住，撑住啊！快去叫女医！是，快去！娘亲，你怎么了，娘亲？月儿，记得要照顾好蓉儿和魏然。记住了吗，娘亲？记住了吗？爱妃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大王，大王，爱妃，爱妃，大王，爱妃，是谁把你害成这样？大王，酒是王后赐的。爱妃，害我之心也是王后。大王要为我做主。爱妃，爱妃，娘亲，爱妃。娘亲。项氏出宫避疾不治身亡，你是在蒙骗寡人。我再问你一次，项氏究竟是如何死的？臣妾实在不知，
臣妾定会派人查清向妃的死因。不必麻烦了，拿上来。这可是你高堂台的酒具，这踏金酒具可是王后专用的，怎么会出现在章华台呢？大王，酒具是臣妾的，但并非是臣妾刻不离身之物，定是有人窃取来诬陷臣妾的。诬陷你吗？传章华台的侍女上殿。传章华台侍女上殿。拜见大王。实话道来，你是否看见王后进入了章华台，并看见王后与向妃单独相处？是，奴婢所见确实如此。下去吧。大王，臣妾与向妃单独相处确实不假，但臣妾没有毒害向妃，还望大王明察。你去章华台干什么了？臣妾听说向妃受了不少委屈，难免恻隐，原打算到章华台去安抚她一番，没想到见到向妃之后，我们彼此言语不合，臣妾便恼怒地回宫了。哦，谋害向妃定是另有他人。哼，你别以为死无对证，向妃在毒发身亡之前，已将害她之人的姓名告诉了寡人。哼！是王后。大王，向妃定是受人指使，在诬陷臣妾。闭嘴！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；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。更何况向氏性情纯良，可正因如此，才屡遭暗算，丢了性命。而你却说他诬陷你，大王，大王息怒！大王，大王息怒！大王，你旧伤未愈，万万不可动怒啊！滚开！你做出这样的事来，让寡人如何不怒？大王，不必多说，你我已经走到头了。大王，你出去，回你的高堂台去，别让寡人再看到你。王后，奴婢服侍您吃点东西吧。王后，这粥啊是奴婢让膳房。王后当心！当心！7年前你就该叫我当心了，当心那贱人向氏和毒妇举姬。王后不必过于烦恼，终会有解决困顿的办法。糊涂！向氏已死，无论是不是我下手，我都脱不了干系，更何况我失去了大王的信任。这20多年来，我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从未有个大的差池。如今我一步走错，全盘皆输。他们想用那向氏的烂命换我的命，我若倒下了，下一步就是太子了。